你以為仔女肯接你入屋住就叫幸福？你以為一家幾口住埋一齊就叫團圓？你以為老咗有仔女直身邊就叫享福？錯錯錯，大錯特錯！我話你聽，我見過太多老人家一世坐前，一世供樓，一世咬緊牙關供仔女出國讀書，等到最後仔女終於肯開口講一句：阿爸阿嫲，你哋搬過嚟同我哋住啦，取啲以為呢，個就係人生大團圓。以為自己終於捱到頭，結果搬入去唔夠3個月，個人瘦咗10磅，個心冷咗一大截。夜晚瞓直嘅張陌生嘅牆上面，望住個天花板，眼淚一滴一滴跌落枕頭，先至明白一個殘忍嘅道理：同仔女住埋一齊，唔使親情計鐘點，使親情計成廠。喂，大佬，你冇好了住我講嘢間狠，引到我哋呢個年紀，如果連真話都冇咁聽，等到你自己一個人匿埋直插所，偷偷喊吉陣，先至嚟後悔寂滅。我今日就係要同你講一個好多老人家死都冇肯承認嘅真相：最容易生親情計，無勢鬧交，無勢翻面，無勢借錢，無械勢日日見面。我是一個陳生深水埗長大，做足一世嘅士司機，捱到68歲先退休。個仔直加拿大做工程師，1年前打張圖電話返嚟，講到生都喊：阿爸，你賣咗香港間屋啦，過嚟同我哋住，你養大我，依家輪到我養你。陳生直電話急邊，笑到見牙冇見眼，同太太講：你停下，個仔真係孝順。佢哋兩個老爺，食深水埗嘅間300尺契唐樓，坐咗成個晚上冇瞓，攔住本人行寶喊，覺得呢一世值晒。點知呢，買咗建住咗40年嘅屋，飛過去多倫多，第1個月個仔過身，抱周圍代取地玩，湖邊燒烤，商廠飲咖啡，孫仔攔住我爺叫 grandpa。陳生憤斥人哋屋幾及張，大牆上面著得自己人生第一次咁富貴。第2個月開始，個仔要返工，新抱要返工，孫仔返學，屋企竟返陳生同太太兩個。個新抱走之前啊，好聲好氣咁講：爸爸媽媽冇，該你哋幫手煮下飯，湊下孫。我哋放工返嚟就冇時間跪啦。陳生笑住答：梗細啦，梗細啦，我哋食屋企都冇嘢做。第3個月，陳生朝早6點起身煮早餐，湊孫仔返校巴，返嚟洗衫、拖地、買餸、煮麵，湊細吉嘅5歲，落午茶、煮晚飯、洗碗、收拾廳。太太伏隻遠山隻山搞花園，夜晚10點鐘瞓絕，第2朝6點又起身，日日如是，一個禮拜7日，冇星期六，冇星期日。有一晚，陳生煮咗一鍋錘，最拿手係蘿蔔牛腩，個新抱食咗一啖，皺住眉話：爸爸，其實我哋加拿大人食清淡低好，你落間多食油同鹽，無勢好健康。陳生直廚房到企作成分鐘冇出聲，返到房入面同太太講：阿珍，我做咗40年餸，我第一次俾人話我煮以食細毒藥。太太攬住嘴冇生出。第6個月，個孫仔開始只講英文，見到阿爺阿媽用廣東話問，而佢望一望阿媽，阿媽用英文答佢，佢就走咗去打機。陳生同太太坐即沙發度，望住個電視播緊隨地一句都聽無名企新聞。屋外面落緊雪，個窗玻璃結咗一層霧，
陳生忽然講咗一句：阿珍，我哋食呢間屋好似兩件俾人擺錯位嘅家具。第8個月，太太病咗發燒，個仔請咗半日假送阿嫲去第一生，反到嚟低生，跟話陳生：阿爸，你哋以後有滅病痛，可唔可以等到我忙吉陣先講？我今日呢，但 case 因為請假搞到累咗，個老細鬧咗我成朝，陳生敬逝，禍咗一生。今晚陳生拎埋赤鎖度沖涼，開晒花灑，喊到成個人都震。太太隔住道門聽到溝吻，佢即刻靈前條毛巾抹面，扮冇逆彈行返出嚟。第10個月，陳生同太太即包袱搬去多倫多市中心，租咗一個300尺企單人套房。臨走吉日，個仔直門口企住，問阿爸：細咪我做錯咗低乜嘢？陳生搖搖頭，笑住答：阿仔，你冇做錯，食阿爸做錯。阿爸以為我搬過嚟食嚟享福，其實我食嚟做義。阿爸會怪你，阿爸怪自己太天真。依家陳生每個禮拜6去個仔屋企食一餐飯，其他6日自己活，飲奶茶、行公園、上老人中心、練書法。佢話隔咗距離之後，個仔見到我就好開心，我見到個仔都好開心。原來親情呢樣嘢同煲湯一樣，隔水燉先夠味，爛到濃咗話底就勁反苦味。呢個世界最荒謬嘅地方細邊度？就細我哋成日以為一家人住埋一起等如一家人，其實錯得離譜。一家人住得太埋，只為變成同屋住，仲要使一個要交租計同屋住。你嘅租金唔使前世，你嘅面色、你嘅意見、你嘅節奏、你嘅一切習慣。你諗下你自己一個人住嗰陣，你想幾點瞓就幾點瞓，想食杯麵就食杯麵，想住想底直聽行嚟行去都得，想開大聲低收音機聽粵曲都冇人阻你。你細你屋企嘅皇帝搬入去仔女屋企之後呢，你想第唔限取啲，想第 Netflix， 你想人多低熱湯，佢哋話熱氣。你想早6點起身煎個蛋，佢哋話個油煙味搞到成屋都細。你想幫手照顧孫，你順手俾或者糖取食，個新抱面色即刻變。你想補下孫，個孫走去問媽咪。你想同個仔講兩句心底話，個仔攞住部手機，3個之後就走返入房開胃。你以為你細入嚟享福，你細入嚟做啞巴。如果你聽到呢度心入邊有少少刺痛，唔好急住走，吞個訂閱，因為呢個頻道無細教你點樣發達，細陪你學是點樣食人生下半場，活得有尊嚴，無使對任何人面色食飯。我仲是一個黃師奶，灣仔人，65歲，寡咗10年，個仔赤江軍澳買咗層新樓，一開心就話：阿嫲，你一個人住咁多年，過嚟同我哋住啦。屋企有個工人，你咪都冇事住。黃師奶心審個仔揀孝順，我無去為，無為相隨心辦。搬入去第1個禮拜好開心，第2個禮拜開始有嘢。新抱煲湯落好少鹽，黃師奶食咗一啖，隨口講一句：阿蘭，你落多少少鹽為好味低。新抱燒燒口答：媽咪，我哋依家鍾意食清低，健康低。咦，一句冇問題。第2晚，黃師奶自己走入廚房，落多少少鹽入湯度。新抱返到嚟，望一望個煲，冇出聲，但細吉晚成家人食飯都好勁。第3日，黃師奶洗完衫，順手同孫仔直山
佢直契方法，細路一別契直法，四事方方。新抱返到嚟，望一望低山，笑咪咪咁講：媽咪，其實我哋依家有一個叫 Marie Kondo 契方法，細企起身扎，我教你。王師奶笑住答：冇事啦，你要點隻你自己隻啦。呢兩句對白聽落好平常，細咪，但係細直同一目言下呢，低平常嘅，一日10次，一個月300次，一年3600次。3個月之後，王師奶開始每晚匿埋食自己間房遞電食，因為出到廳永遠有嘢等佢做錯，連沖杯熱奶茶落廚房，佢都覺得自己好似做仔。半年之後，王師奶同個仔講：阿仔，我想搬返灣仔。個仔即刻黑面：阿嫲，我知你唔中意，阿尾啦細尾除，對你唔好。除有邊度唔然，你話俾我聽，我鬧除。王師奶厲擰頭：無事阿尾，無好，阿尾好好，是阿嫲自己頂無順自己。阿嫲做咗立10冇年嘅王師奶，冇事做人頂屋企企家婆。急晚，個仔直聽到發火，摔咗個跛，新抱直房入面喊。孫仔匿埋直牆下底，王師奶直包袱。第二就叫的士搬返去灣仔，趌件300次契就唐樓。而家王師奶星期日先去個仔屋企飲茶，去到見到新仔就攔佢，見到新抱就讚取勁，返到自己屋企就同鄰居打麻雀，晚晚落樓下大排檔食，碗雲吞麵。徐同我講：阿哥你話幾奇怪，我搬走咗之後，個仔反而每個禮拜打電話俾我。以前住埋一期，我遞住旗，旗遞住我，兩個人都計得對方是一就石頭。搬走咗之後，我望住佢就細我仔，佢望住我就細佢阿嫲。呢個距離夠返我哋兩年契感情。你哋下呢個世界幾諷刺。我哋成日以為愛一個人就要切埋佢身邊，其實真正嘅愛，細時得留一個位俾對方呼吸。錢世間，感情都世間，錢用得緊就變窮，感情用得緊就攀仇。老友聽清楚，親情最珍貴嘅時刻，細見到你我好開心。親情最恐怖嘅狀態，日日見到你我好厭，由開心變厭，中間只差一樣嘢。距離，我最親聽到各地鄰居阿嬸講：哎呀，我個新抱好衰，佢對我唔好，我住入去之後，日日俾廚氣。我心神為細你自己搬入去嘅，你屋企好地地。你80年嚟入面自己做主，你去阻人哋屋企做二等公民，你吉道氣唔有關人哋滅也是。我唔細話新抱冇問題，我細話你自己有選擇。好多老人家一世都習慣咗做犧牲者，年青嗰陣為咗仔女犧牲自己嘅事業，中年犧牲自己嘅愛好，老年犧牲自己嘅健康，退後犧牲自己嘅自由，到最後仲要犧牲自己嘅屋企、自己嘅生活方式，自己佢晚年去成全一句一家人整整齊齊佢假想。呢個無世孝順，呢個叫做綁架。而綁架你嘅人唔會一定細你仔女，好多時候細你自己個腦入邊嗰把腦聲，成日話你唔好一個人住好淒涼嘅。唔好唔搬入仔女屋企，人哋為笑你仔女唔孝嘅，唔搬入去，你自己老走跌親點算？你審下，跌親可以裝個平安鐘，跌親可以搬入服務式老人公寓，跌親可以請鐘點姐姐，有100種方法解決一個跌親嘅問題。但細搬入去仔女屋企之後相組契心，細一世都保無反嚟。我冇細叫你亂嚟，我冇細叫你冇計劃，
我無世叫你同仔女反面，呢低世人生態度，無世叫你盲目。有病梗係要第一生，錢梗係要有安排，仔女官勢梗係要維持。但是有一樣你冇可以妥協，你自己一個人食飯、瞓絕、飲茶、遞電式、發脾氣、放屁嘅自由，呢樣仍日失去，就永遠羅無反。第三個故事，短低但細最痛。我有個朋友姓馮，80歲，退休老師，同太太住咗50年，感情好到令人妒忌。3年前太太走咗，馮生一個人住九龍城堅堂樓，個女籍美國，個仔籍沙田。個仔孝順，開頭隔2年，星期日必定返嚟同老豆飲茶。後尾個仔嘅太太生咗第2胎，個仔就講：阿爸，你唔好一個人住九龍城啦，搬過嚟沙田，我照顧你，順便你都可以幫我帶下細個。馮生諗咗成個星期，同意咗。搬入去之後，馮生做咗1年半嘅老爺，兼保姆，兼廚師，兼補食老師，日日湊孫過孫，變成佢生活嘅重心。唔係，好開心啊！我以為我人生完咗鼓舞，到孫仔俾咗我第2個春天，點知個仔1年半之後升職，公司要調取去新加坡，全家要移民。新抱笑住同馮生講：爸爸，我哋知道你無想離開香港，你可以搬返九龍城啦。孫仔以後放暑假返嚟見你。一日馮生冇喊，隨敬西坐直梳化度，望住個孫仔搭飛機隔張機票，望咗成個下午。搬返去九龍城唐樓吉日，企企直嘅空蕩蕩嘅廳度，望住牆上面太太個相，突然明白，原來娶埋咗個心，去湊個毛鼠兒契契細路仔，娶俾出去契時見，永遠羅無反嚟。除1年半冇同老朋友飲茶，班老友一個一個都走咗2個。除1年半冇打理，老婆留低夾盤蘭花，蘭花枯咗。除1年半冇好好悼念自己太太，因為屋企太多細路仔契少生，契俾出去嘅亦太多，而契以為取直倒收話親情。依家馮生成日同我講：阿哥記住仔女大早就是人掂屋企契人，你無視佢家庭契一部分，你視佢家庭契客人。而客人最緊要嘅美德就世時得幾時走。呢個嘢我想你入落腦，你無勢取家庭嘅一部分，你勢取家庭嘅客人，聽落好殘忍是咪？但係細呢個先細真相。你間屋幾細，你同你老闆加個屋企，仔女成家立室之後，佢有佢自己間屋企，你搬入去無勢回家勢作客。好計客人時得幾時嚟，幾時走，幾時出生，幾時收生。爭記客人賴直人掂屋企，日日提意見，一日遞人面色，日日委屈自己，終以為自己好偉大。高志亮騙老個第一個，就誓要接受呢個轉騙。你已經無勢一家之主，你係一個獨立、自由、有尊嚴企老人。你喺世界值你自己間屋度。我知你有低人為反駁，無搬入去一個人住好7兩㗎。7兩咩？7兩是一種心境，無是一種居住狀態。我是一個82歲嘅阿珍姐，住深水埗一間300尺公屋，一個人住。才每朝6點半起身，落茶餐廳飲杯絲灣奶茶，食件多士，同班街坊吹水。10點鐘去長者中心暖太急，下午去大會堂圖書館遞書遞報紙，
黃昏落街市買盤特於同記超菜，夜晚煮好飯，一個人坐即梳化度睇 TVB， 睇到10點鐘瞓。禮拜6日，個女為嚟同取飲茶。阿珍姐同我講：阿哥，我一個人住咗30年，以前老公直到嗰陣，我服侍佢；仔女試嗰陣，我服侍佢哋。到我60歲之後，我先第一次為自己活。你念記年世我一生最想計日子。我問佢：你唔覺得孤獨咩？佢答：孤獨。孤獨係當你身邊有人，但係細冇一個明你。我一個人食飯，我唔孤獨，因為我明我自己。你是唔是分？我是分，真正係孤獨，無世一個人着，世情牧人都冇人明你。真正啟出糧，胡是冇仔女戚身邊，世有仔女戚身邊都要扮開心。我知講到呢度，有弟聽眾心入邊已經開始翻起千滿個枕頭。有低人為審，世歪。我搬入去之後，個人真係唔開心。有低人為審，我一直審住等仔女接我入屋住，細咪應該審清楚。有低人為審，我依家住直仔女屋企，其實我可唔可以走返出去？我話你聽，可以。任何年紀、任何時候，你都有權為自己重新選擇一次。60歲可以，70歲可以，80歲都可以。只要你未死，你就有選擇。而選擇嘅前提係你要先承認呢個決定係為咗我自己，冇係為咗任何人。我冇使入嚟受氣，我唔識入嚟做免費工人，我冇使入嚟做家庭吉祥物。我入嚟係因為我以為呢度唯有愛。如果冇，我走。呢句嘢好多老人家一世都唔敢對自己講，因為隨地經一走，人哋為話隨地唔是好歹，為話隨地棘仔女不孝，為話呢頭家善咗散咩？真正嘅親情無謂因為你搬返出嚟就散，會散嘅本來就無世親情，係一隨住嘅忍耐，而忍耐呢樣嘢一恨到底，就成世翻無到身。如果你都計得人好萬年，無應該再委屈自己，就斥留言，屈打一句，我要為自己活一次。等我知道你聽到我今日呢番說話。講到最後，我諗同你講個道理，呢個道理蔡瀾講過，李嘉誠佢老媽媽都講過，我阿嫲斥我8歲嘅年都同我講過，契離世最好嘅溫柔。你同仔女之間，如果日日見面，你為見到佢低缺點，佢為見到你低缺點，你哋開始互相修正對方，開始互相扭曲對方，開始互相消耗對方，到最後個個都覺得自己好委屈，個個都覺得對方胡是做人。但是如果你哋隔開住一個禮拜見一次，一個月見一次，甚至1年見2、3次，隔面夾陣，你為攞出你最好嘅笑容，佢為攞出佢最好嘅耐性，孫仔為撲入你懷入面救你阿爺阿媽，新抱為落廚房包一角你最中意嘅老火湯，個仔為攬住你膊頭同你影一張全家福，呢個叫做親情。日日面對面攤晒赤屋企嘅個唔叫親情，係家庭政治。人到我哋呢個年紀，最緊要嘅唔係熱鬧，係體面。最緊要嘅冇係身邊有人，係身邊嘅個人係真心對你。最緊要嘅冇係一齊食飯，係食完飯大家仲想再見，總要留返俾自己洗屋，要留返俾自己住，時間要留返俾自己活，親情要用距離去養。呢一個唔叫涼薄，呢一個叫智慧。我最後講一件事俾你聽。我阿爸79歲隔年，佢同我講：阿仔，如果有一日我病咗，你唔好接我入你屋企住，
你民建好低，溪老人院，或者請假姐姐嚟我間屋照顧我。我要死直我自己間屋度。我當時演思思話：阿爸，你冇好講埋低講溪嘢。取笑咗一笑，話：阿仔，我無世悲觀，我無清醒，我無想，我人生最後溪，日子逝直，你屋企做客。我要直我自己嘅牆上邊，聽住我自己屋企嘅冷氣機聲，聞住我自己屋企嘅色油味走。呢個先叫做一個男人一生嘅完整。我阿爸87歲走嘅時候，就洗直取自己間屋，取自己張牆上面。我同我阿妹坐直取兩邊，佢握住我支手，講咗最後一句嘢：阿仔，多謝你冇bắt我搬入你屋企。嗰一刻我先明白，原來真正嘅孝順唔係接父母入屋住，真正嘅孝順係俾佢哋食自己間屋度。有尊嚴間老，有尊嚴間病，有尊嚴間走。所以如果今日你60歲、70歲、80歲，如果你仲有一間自己嘅屋，恭喜你，冇好放棄。如果你依家住直仔女屋企，最得辛苦，冇好最得走出離世失敗。如果你嘅仔女好孝順，開口叫你搬過去，你要多謝詞。但係你可以講句：阿仔、阿爸、阿媽中意自己間屋，你放心。我哋唔會俾你冇面，我哋每個月間一次，我哋一世都係一家人。但細屋我哋要住返自己嘅間，呢句嘢講出口好難，但是一世人流流長。我哋為人做仔女，為人做父母，都做咗幾十年，最後緊念幾年，可唔可以為自己做一次人？有一日你坐職茶餐廳，面前一杯熱奶茶，一件菠蘿油，望出去大街，望住低人嚟嚟往往，你手機震一震，細孫仔 send 咗一張取直學校另講契相比你笑一笑，覆齊一個心心。冇人積你身邊，但你無絕得孤獨；冇人同你講嘢，但你無絕得問。冇人陪你食飯，但你食得津津有味。嗰一刻你會明白，原來人生嘅晚年唔需要一屋人先叫做圓滿。一杯奶茶，一件菠蘿油，一個屬於自己嘅下午，已經係天堂。如果由今日開始，你唔再為任何人委屈自己，你第一件想做溪事細咩？留言規劃我知，我等你。